上礼拜，我哋去到新竹关西山区嘅金山里，了解在地老人家嘅困境同需求。轨道向下地區路向金山里案內，認證國難落實，金山里救傷國家嘅後生嘅，如愛出外中去打拼，無法度親身照顧四太爺，唔過無愛草論等政府來提能聽數。金山里嘅個熱心地方事務嘅人，也天向開餐廳、種咖啡也按多方式來帶動地方經濟。將個後生嘅有機會回到家鄉去落草，咪使得群群嚟來照顧老人家，來補充造嘅人力團結。河壩水天天嚟流過金山里，早期客家老祖公聽特別開山打拿，就是馬武度嘅河壩水來學一家大細。到今河壩水還係天天呢對百年的農民口袋下過，唔過田種下無乜嘅發展，後生人農出外去識條路誒，金山里變做平均年紀80歲超過年嘅社區。唔過人老誒就真幾冇用嘅咩，搶咗啲等人來服侍咩。台灣的老年人口當中，失能的無兩成，有80以上的老人家行動輕、行動窄。一下年的數年因來因從，喺創造能力無賴情況下，總係地度的老人家係唔係做得相互安幫，向下多路呢？我知道我很以為做啦，很真有體力好做啦，哦，一般後生現在做數癌啦，這邊。這邊是2隻啦，小啲。一條案例，72歲張新勇，韓國66歲湯妹，兩公婆屬腳當成發的，睇小咖啡樹嘅拍。6年前，今年針對拖延來到金山里買地，本來係想退休嘅，睇下就比種茶花強鬆過日嘅嘢。我細啲為咗係為咗種茶花，該順條有河壩，跳水嚟淋茶花，韓國有人潮，統一的對面剛好都好有人潮，就賣2大位，從2大位樣嚟做清好勢啊！結果茶花冇種上，沙冇安順到位，種幾條嘅咖啡樹種到幾年呢？因為我哋倆先種幾叢些個樹，然後然後呢該風味吼當好啉。喺人我上我咧推啦，咧推廣啲咖啡吼，我哋想講我哋創造嗰啲也為社區嘅田業產業，因為我哋社區用冇乜嘅事業好做。張新勇發現金山里嘅水土種出來嘅咖啡特別有味絲，故所就邀誒睇社區方對老人家親詳細嘅羅振輝強下來種咖啡。這2年啊，當在做2條。一個，N 家的種下做了地種啊，就 N 家3家。3人當中，你適合去種植什麼東西？一個有機友善的耕作，你要把它創造地做呢。你像睇過我哋邊人全部減咩茶人過來就減咩，好過來就冇誒。按我哋當中都種咖啡，咖啡唔是鮮肉，唔是味配，它的產能各方面來講，比日本歐杯嗰種嘅。其他的農產品以外哈，較多。我只是一個實際行動者，所以謝謝大家。以後我們希望就是說，我們金山社區能夠越來越好，好不好？民國80年就回到家鄉照顧家爺嘅羅振輝，86年阿爸過世呢，99年嘅時節，家妹又連帶開刀，老年痴呆症，腳有機體咧，只好送到養老機構去，佢變到2片走。嗰時節，佢長地啊，老人看顧有一重要嘅，故所佢開始種咖啡，而用自己嘅行動來改變地方嘅經濟。我是想要打破以往的農業觀念啊！睇過種嘅，你像那邊人種咖啡，種嘅一種添嘛。你看那地北度企業老咖啡全部都有嘛，然後蘆筍還有地北度還有種的發錯了的，所以起碼你都3檔有啊哈。一個它季節性的變化，它的採收會。等於就是不同，你會有兩個收益，不等於就是說某一種單行啊，總會1年總會是100天啊，你要1年有200收成，最起碼你的收入會增加。
對早晨6點就開始無限呢睇咖比園拍錯。羅振芬講，再過10年佢就65歲嘅，差不多法律規定呢老人家嘅年紀嘅。12年佢開始3萬嘅喺地方學推廣種咖比，就係希望差不多一天嘅產量，可以打出馬武都咖比嘅名聲。從初一個後生人做到幾多家鄉嘅環境，安尼等到佢老嘅，將由後生人接定來做地方嘅創造工作。我哋還係希望出這2、3年之內能夠開花結果，因為我哋本身有一個銷售平台，有一個對外的平台嘛。現在量出來的時間啊，你像今年我哋有多少量的時間，我會給發的時間有一些是當農人聽的，你就還冇量。你講量做出來的時間，銷售量做出來的時間有啊哈，我相信後生嘅還係轉嚟顧展下樣。我哋要是想辦法在10年之內，看有沒有辦法補一些人回來，不然的話，太斷層跳台，後生人全部都餓爆呀。因為轉下地方你沒有就業機會啊，所以我哋就一直要弄一些就業機會，大家來共創啊。就係要想辦法來創造機會。今年有人講起要來開春堂。當妹同家先生就免費嘅提供其他土地，同羅振芬也記下嘅熱心地方公益嘅人共下開嘅春堂。一想法係講嚇，本來社區大家有適合做得，社區幾下老年起來比較有人潮來，大家還有比較活氣，比較有，好像說不會全部都是老人家啦，有辦法含啲後生人轉來了以後，過做事啊，哦，冇了為老人家見到見少啲啊，已經少啲。叫做緊站，叫做點紅色咯。要有鹹啊。係啊，要鹹粥唔會綿嘅。冇鹹就會綿咯。我年照顧冇啊，80歲嘅，我年顧冇。按後生有時照顧。唔是啦，我年照顧做唔得咯。廿兩個老伯妹無限的睇勞動瓜，韓英納講80歲韓前後生哩，睇馬武都河壩村的一間春堂，唔單止係一間春堂哦，睇在地各項農產品推出的時節，也就比就變做嘅各種客家傳統流行談的功夫傳承的基地嘅。對到啲春堂入邊，我哋就平台啊，日本嘅老人家又當到人會來到嚟會嚟做啲 DIY 啦，啲做啲東西啊，即係如果打水果啊，睇下經濟面增加，嘅裡面咧啲金錢啊。老人家睇下這邊發圖唔會覺到咯，嘛有人學打水果，嘛知道伊啥批，無論係種咖比、推展精緻嘅農業，也係開春堂。大家農忙地用地方嘅能力，確實來做到採地綠化。